另外，即卖人上班抑个咧厝内，不自免拢会坐伤久屈掉咧。根据上新的研究报告，逐工坐超过9点钟的人，死亡风险嘛会增加22%。医生讲，一般人坐咧办公室、赛车或者是摕咧耍手机啊，坐碰椅看电视，拢算是坐伤久。若是无叮当，安尼就危险。就算讲伫咧咱国内无大规模调查过，也毋过参考其他国家的数字，推估讲平均测来讲，台湾逐个人逐工坐超过8点钟的人，竟已经超过精神的一半。坐咧办公室拍资料做报告，下班了后开车坐捷运，安尼同款拢是尻川黏的椅仔。啊，若转到厝了后，摕伫椅仔咧买手机啊，也是讲坐伫咧碰椅咧看电视，安尼长时间屈掉着，这差不多是即卖人每一工的日常生活。上班时间都在做啊，8、9个小时吧。静态活动其实都包括在这里。如果说是从国际间来看的话，成人平均大概差不多8.6小时一天，老人的时间可能更多，大概9.5左右。若以全球成年人因的静态行为的时间来看，甲靠8点钟的困眠时间，逐工也有8点到5点钟的这个时间是身体恬静的行为。这款屈的唔叮当，伫咧单灭地区的民众差不多是有9.5点钟。啊，若美国、西班牙、香港拢是9点钟。伫咱台湾的高雄地区，过去嘛捌针对300个年纪较大的坐伙人做过小型的调查，结果发现讲，因逐工平均嘛有8.2点钟，拢是安尼屈掉着。也上接做的这个代志，就是看电视。估计台湾的成年人，逐工拢有超过8点钟坐伤久来屈掉着。有研究进一步来显示讲，一工若是坐超过9点钟，安尼死亡的风险就会增加22%；若是超过11点钟，佫拢屈掉着无叮当，安尼死亡的风险就会增加到50%。可能就是半卧躺，或是长期的久坐久站，下肢的循环也会受到影响，产生所谓的心脏血管疾病跟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事件发生。医师建议讲，差不多50分钟都要起来行行叮当一下。不过，若亲像这个公车司机也是柜台人员，若是讲无法度随便来叮当，这款情形安尼，逐工嘛爱开超过1点钟去收水走表，做这会流汗的运动，安尼才会当抵消这款坐伤久的风险。若要互家己的身体健康，都要会去起来活动一下，安尼咱的身体才会较松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